我係讀緊輔導心理學嘅鄺本賢，今日想同大家傾下孟子嘅四端之心，睇下呢個古老嘅智慧點樣幫我哋提升心理健康，同埋令到社會更加和諧。孟子所講嘅四端之心有惻隱、羞惡、辭讓同埋是非之心。簡單嚟講就係同理心、自律、禮讓同埋判斷力。現代人壓力好大，有時候亦都好自我。呢四個善端究竟可唔可以幫我哋揾翻內心嘅平靜，同埋拉近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呢？就等我哋嚟討論一下。首先，我哋認識一下孟子，佢係戰國時代嘅大思想家，亦都被稱為亞聖，地位僅次於孔子。佢特別相信人性本善，四端之心亦都係孟子所提出。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編撰者方勇亦都解釋呢四種善端就係人性嘅核心，需要好好去培養。四端之心係孟子嘅性善論基礎，亦都支持咗以民為貴嘅民本思想，同埋重義輕利嘅價值觀。簡單嚟講，孟子就係想話俾我哋聽，做人需要講道德。呢個亦都係對現代倫理教育有好深嘅啟發。就住輔導心理學嘅角度，我就提出咗三條問題。第一，孟子所提及嘅心究竟係點樣幫我哋維持心理健康？第二，點解四端之心喺個人主義社會入邊特別重要？第三，我哋點樣可以利用心理輔導學同埋文學教育嚟培養四端之心呢？首先，我會講一講心嘅定義。根據漢語大詞典，心就即係我哋嘅意識、情感同埋道德認知。我哋引用香港最近本土嘅新聞，新聞內容係關於香港18區關愛隊，佢哋做咗超過40萬次嘅志願活動，就好似探訪獨居老人。呢個就係惻隱之心同埋辭讓之心嘅表現。近代學者林南喺講社會資本嘅時候，亦都重點提及信任同埋互助好重要。呢啲活動可以令到社會有更加多信任感，減少個人隔閡。佢嘅講法同孟子嘅核心思想不謀而合。跟住會講一講培養四端之心嘅方法。培養四端之心嘅方法有兩種，第一種係關於心理輔導學嘅，有研究發現心理學嘅方法可以幫我哋更加識得人性嘅情感同埋認知，呢個對培養惻隱之心好有用。喺技巧方面會用到微觀技術同埋敘事療法，幫人挖掘羞惡同埋惻隱嘅情感。另外一方面就係文學教育，余光中曾經講過，詩歌可以令到我哋感受到人民關懷，特別係惻隱之情。林文月亦都提議大家會多讀孟子散文，透過文字之間，我哋可以有更加多嘅共鳴感。另外，亦都有學者黃俊傑覺得四端之心其實應該要納入學校課程，由小開始培養個人品格同埋道德思想。心理學方面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更加識得情感，而我覺得父母同埋老師係最應該以身作則，帶頭做榜樣，然後用輔導心理學同埋文學，令到大家反思，再加上朋友嘅互相支持，就可以維持同埋培養出四端之心啦。所以四端之心唔只係一個古老嘅觀念，佢仲係可以幫到我哋現代人。透過心理輔導、文學、教育，我哋唔止可以提升心理健康，仲可以揾到內心嘅平靜。
喺社會嘅層面方面，佢亦都令到人與人之間有更加多同理同埋互動，減少冷漠，打造更加和諧嘅共存方式。呢個正係孟子嘅人民精神。呢度就係我今日咁多嘅分享。如果大家有啲乜嘢意見，都可以直接喺下邊留言，又或者私信我，有更深一步嘅討論。多謝大家。